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北松山机场史上第一届，互骑铁马民众攻破着风线。到日昨日早起，这个65岁阿伯啊，骑铁马为9号公校进入，佮甲这个铁马骑去伫机场的跑道。1分钟后，塔台人员发现，赶紧甲跑道封起来，通知航务人员甲人带走。这规个过程大约是11分钟。虽然这个阿伯啊讲是家己惊唔知路。 也毋过，这个松山机场的管制竟然遮尔啊简单就去互攻入，这个航警相关的人员拢去互处分。三个航警就伫咧松山机场的守卫室检查每一台车、每一个入来的人，边后才禁止飘起，讲无经过同意袂当入来。这个管制有关飞行安全，毋过煞出现问题。 看似门禁森严的松山机场航线竟然被攻破了，一名阿伯就骑着单车，趁着大门敞开的时候直接闯入。 松山机场头一摆出现民众骑车驶跑道的事件。9号迄天下晝7點50分，一个65歲查甫人就伫咧上班时间人济时阵，走要来机场，唰咧就骑去咧跑道。1分鐘後，塔台看到有人伫咧跑道，緊甲跑道封起來，就驚影響到飛安。嘛通知航務人員緊找到人，尾仔用6分鐘的時間，總算看到這個騎車的查甫人，嘛緊甲伊帶走。嘛加在當時無飛龍機準備起降。 是因为周边运动，他想寻求捷径，但是不小心误入了机场管制区。这是上班时段，那人车多，2位员警在检查的时候，可能因为角度的问题而疏于注意。针对执勤员警呢，申诫，然后干部的部分督导部之后也会进行申诫的处分。航警局尾啊，嘛加派人力做管制。 不过，这个查甫人行为已经影响到飞安，以免航法会该罚5000到2万块。嘛，呼吁民众千万唔通乌白走入来机场内底。